说话呀，走吧。怎么来这么些人啊？二殿下上这儿干嘛来了？找我的。他知道你在这儿。 我提个醒啊，这楼前后左右都被围住了，哪儿都去不了，更别想着翻窗上房了。开门吧，迎客。你不是不能见人吗？一扇门可挡不住皇子。开门。二殿下。 少爷，别来无恙啊！皇，真热闹。这是，困了吧？睡会儿。这是驴踢的。 范闲，好久不见了，也没多久吧，满打满算不到半年，可在我这心里啊，觉得都过了2、3年了。京都没了你，真没趣儿。你知道吗？我去北齐的路上，燕萧一想要杀我。真的？我呢就一直好奇。 他怎么知道我的行程啊？我要走哪条路没告诉过别人。那他怎么知道的呀？其实很简单，知道我不走哪条路，就可以算出我的行程。回上多半不走风明，路途太远，不走风明关又不想绕远，我会选哪条路，再简单不过了，不是吗？所以。 联合长公主想要杀我的人一直是你。范闲，其实抱月楼私卖人口的事，随便查查就清楚了。大东家、二东家全都在这儿了，还有我们假死回京的小范石贤，这场面可真够清楚的。是。 这会儿说抱月楼跟我没关系，怕是没人信。其实啊，到如今这一步，私卖人口已经不重要了。范闲，你假死欺君，才是实实在在的死罪。不过，我还是要感谢王启年王大人，布局这么久没有他，还真遇不到你。老王一向办事得力。 老王，你这是吃里扒外啊你！殿下，如今小范大人已入殿下沟中，还请殿下履约，将王某妻女归还。人不在我这儿，殿下明明答应了，我说得很清楚，我手里有的都可以给你。 但你妻女真的不在我这儿，我想过派人去请他们，但去晚了，人去屋空，人真不在殿下手上，千真万确。哎，你不要慌，等这事儿过了，我帮你寻呢。能去哪儿啊？ 老
我以为人是让殿下。理解。其实我也挺奇怪的，把人抓走了，也不留个要求啊。是不像你是吧？抓人人命都是为了谈条件。这不重要。其实到现在，我真的有点被自己感动到了。即便到如今这般田地，我依然想给你一个机会。如果你愿意化敌为友，我立刻放了滕家母子、鲍玉楼的麻烦事儿，一笔勾销。到这个时候，还得是你来原谅我。都一样，人生在世，谁没做过什么错事儿啊？放下，放下就好。放下？怎么放下？鲍月楼买卖人口、逼良为娼，这些人受的委屈该怎么算？该怎么算？找你算。他们这样都是你造成的。我不在乎他们，我在乎的是你。只要你愿意化敌为友，这些人不都你说了算吗？两条路，要不然和解，要不然杀你。明白了。我不和解，李承泽，咱俩不是一路人，我跟你注定为敌。可惜了。京都府办案，放下敌人。别动！别动！都别动！你都死了，怎么把京都府差役给调来呢？不对，没死也调不来京都府，会是谁呢？哎，各忙各的，免礼吧。二哥也在啊。见过太子殿下。哎，自家兄弟，不必多礼。那咱们聊聊。都免礼吧。太子殿下。这孩子什么章程啊？困了，睡一觉。就这么睡啊？孩子长身体，觉多。我小时候也这样，理解。理解个鬼！哎，你这脸怎么回事？驴踢的。嘿，二哥还真是什么都知道啊。太子殿下怎么有空来这种地方啊？闲来无事，看见京都府办案就跟过来了。办什么案呀？鲍玉楼啊，私买人口可是国之重罪，我得来看看呀。谁成想在这儿还碰上二哥了。二哥，要不明日再来？啊？我劝你说话做事三思。思什么？怎么思啊？犯嫌欺君，这是死罪。你连这也敢护着？他不真死了吗？眼前这位是？陈二哥，你可别吓我啊！我这眼前哪有人啊？你得想想后果。包庇欺君，这是同罪。我近日啊，甚是乏累，我眼瞎，我耳聋，我何罪之有啊？
这事要真是闹大了，你觉得你护得住吗？不知道，咱试试吧。京都府衙办案，拦着的，按谋逆处置。就不动动脑袋想想，怎么收场？没想过，要不然你想想。冒昧问一句啊，太子殿下怎么知道今日我会来这抱月楼？王启年，哎，殿下，这千怪万怪呀，这都得怪我家大人啊！小人本质还是纯良的。范闲去抱月楼了？正是。那您一会儿还得去二哥家。小范大人说了，只要太子殿下时机把握得准，就能把人堵在抱月楼里。范闲这是把自己当鱼饵了。就希望太子殿下钓得开心。连环套，真把我给骗了。这都是我家大人他的心眼太多，小人也是勉为其难。要是你的妻女真是我抓的，刚才我都把人交给你了。还好哈，他们母女啊不在您手上，这就安全多了啊。话套得好，坑啊挖得妙。小人惶恐，小人惶恐。王启年，你这坑蒙拐骗挺自然，把我都给骗了。平时没少干吧？哪儿有啊！王某一向都是洁身自好啊，主要是被我家大人呐给拐着的。哎，二哥，咱这刀都拔出来了，怎么你还聊上天了呀？拔刀？拔什么刀？没拔呀，那就坐下聊会儿呗。你说这是自家兄弟，你又贵为太子，在你面前拔刀，那不是谋逆吗？当个玩笑，开个玩笑就得了啊！正因为是自家兄弟，我才得劝你两句啊。这抱月楼你就不该来，这旁人要是看见了，难免会闲言碎语的。这抱月楼的东家是范家，但抱月楼的二东家是你这长身体的弟弟，这二东家也是你长身体的弟弟。二哥，你还真错了。楚军不入皇子之列，他比我小吧，但他排老三，所以这兄弟啊算不到我头上来。怎么着？今日准备把我给拿了？你这话说的，我把你当亲兄弟，出了这门啊，我只字不会提的。那我该怎么回报呢？把滕家母子放了。啊，范闲不是不在吗？刚刚是我的心声。哦，其实闹翻了又怎么样？这抱月楼与我毫无瓜葛，外人诟病两句，我不疼不痒。抱月楼跟你毫无瓜葛，我问心无愧。你确定？非常确定。那咱们借一步说话。哎呀，楼下是圆梦吧？他们在说什么呢？听不见。不知道，别看。曾经流经河的花魁名气不小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洪承收了他。洪承虽是靖王世子，但是我与他缘浅，并不太熟悉。二哥跟他挺熟的，可以说洪承为二哥马首是瞻呀。把话说明白点啊，这个关系呢，就是圆梦跟洪承，洪承跟二哥，铁三角吗？这不是？外人看来，二哥跟着抱月楼还是有点牵连的。有点牵连恐怕不够吧？就怕深究。那要是什么都查不出来呢？人言可畏啊。直说吧，人言可畏，想换点什么？所以把滕家母子放了，就是我的意思。一句人言可畏，我就放人。你觉得我是这种人吗？看人真准，我还真是。
说到底，都是自家兄弟，咱们是自家人，谁退一步无关紧要。大五舅，殿下，把滕家母子送回住处。这个快去。是。还有什么吩咐呀？你放心，人我肯定放，不打折扣。人言可畏，我害怕。那二哥有什么吩咐吗？太子这都到了，我还不低头认输啊？麻烦问一句，能走了吗？请便。人心难测，好自为之。哎，他跟谁说话呢？不知道。府衙办案，别给人添乱，别耽误人家了。琢磨什么呢？你觉得他真的假的？以我对二哥的了解啊，他不是言而无信之人，只要他答应了放人，那他一定会放的。我是觉得他妥协的也太快了，就算局面不利，当场就走也是一种做法。就这么容易放人？那有可能是就我说的那铁三角，他肯定也觉得说，那外人看来他不可能跟着抱月楼啊一点干系没有，是不是？圆梦这个漏洞，未免也太大了点。那有可能是我来的太急了，他没来得及藏人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他为什么非要这个圆梦来管抱月楼？换个人不行吗？人家圆梦是花魁，这八面玲珑之人，最适合的就是干这活了，对不对？他借抱月楼坑了范思哲，然后给我送信儿，又抓了滕家母子，费这么半天劲，现在就这么算了？人家本来啊是想抓你个欺君的，谁成想这计划落空了。有没有可能圆梦是他故意送出来的漏洞？那他图什么呢？图什么？是啊，图什么？人放了，我已经安排下去了。孤儿寡母的，别把人吓着。咱们就这么把滕家母子送回去？暂先没抓着，放就放了。况且为了这事儿，他玩命，不知道。可是这么一来，咱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啊！急什么？鲍玉楼这出戏才刚刚开始，只有他以为他赢了。等我几年了？他倒是真把我给骗了，是个人才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王某算什么才呀？顶多算是个人。殿下您实在是谬赞了。哎，那这个人还挺谦逊。不过能骗得了二哥的人啊，可真不多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主要是殿下您福源深厚，再加上我家大人那是妙计连珠啊。我呢，不过是尽了点老实人的本分啊，所以才把这事儿做得这么漂亮。老王，哎，差不多得了。好嘞，
这暴雨楼，你打算怎么办呀？能不能把人放了？如果现在放的话，估计一个活口都留不下。那就先封楼。你安抚他们，等我正式回京，一定给他们条生路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楼里有一个姓金的姑娘，你尤其照顾着，把卖身契还给人家。对得起我嫂子。这生意这么好，说封就封啊？不干了？不敢干，还有你不敢干的事儿，底线不敢碰。也罢，那我就不多留了。你呀，尽快回使团，别耽误了使团回京的日期。我马上回去。哎，殿下，滕家母子那边这段时间就麻烦您派人照顾了。哎，这个你放心。那二哥那边，你是打算？一定插到底。那就好。史家镇那边这几天会有新的消息，别的不多说了，等你正式回京，咱们干票大的。殿下马到。哥，我给你劝你两句啊，这个太子殿下跟二殿下他们斗归他们斗，咱千万别掺和，这是掉脑袋的罪过。掉的又不是你脑袋。哎呀，掉谁脑袋也不行啊！就上次你那个死讯传回京都，那整个京都都炸了庙了，那都轰轰烈烈的，多少人上家送礼去，你可别折腾我们了。等我活回来，这些东西全退回去。人家不要，干嘛不要？大人，您想啊，您要是没死，那这里谁敢往回拿呀？要是您活了，那懂事的那不得再送一批礼过来？就不是那当官的材料。这都什么破事儿？这可不是什么破事儿啊，这就是京都官场人情世故。哎，行了，把楼封了啊，该交代也交代了，我们走了。哎，哥，不行，什么就交代完了？这还交代一位呢，他怎么办呀？你看着办。我看着办，不是你一手刀给人劈这儿了吗？不然呢？让他睁眼看着自己哥哥都斗成什么德行了。你还真有点哥哥样。你是我哥，你得向着我呀。我怎么办啊？今天之后，把自个儿关在家里，我没回来之前不许说完。行，今天的事儿谁也不许说。我懂了。放心，不会有事儿的。等我回来。等你回来，少爷保重。挣点钱容易吗？这不我的地儿吗？老哥，你怎么睡着了？最近可能长身体，特别困。对呀，我怎么记着这屋里有个人，不知道从哪给了我一下子，然后我就趴这儿。不可能啊！你说从这儿出来一人，给你一手刀，然后你直接你就趴这儿了？好像是，不能！我跟你说，你今儿啊不知道怎么了，你一来呀就奔那榻那儿去了，说是提不起精神头，想睡会儿。我估计你是做梦了啊！哎，哥，你这眼睛怎么？哎，让驴踢了。驴？你还养驴了？啊，没有，我梦见的。啊！我梦见这儿有头驴给了我一脚啊！看这梦可够热闹的。
是呢，我还梦见2条狗在这打架呢。那行，咱们继续吧，听曲儿啊。哎，表弟，听我的，今儿先别听了，你先回宫好好歇歇吧。为什么？最近咱们啊，这个精神状态都很差，对吧？你看梦特别多，我梦见让驴踢了，你梦见让范闲打了，对吧？范闲，有坏人，你梦见让坏人打了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就算了。大人，没有啊啊！这到底去哪儿了？您说要不是二皇子给抓了，他们能去哪儿？你在京都人缘怎么样？离开这半年，顶多是银钱上有一些纠葛，但也不至于牵扯到家人呐。大人，您先回使团吧。啊，7年对不住您，不能陪您了，我得接着找他们。我陪你一块找。大人，您赶紧走吧，要不然来不及。没事儿，人最重要。夫人，你在屋内啊？爸爸呢？躲什么躲？给你擦擦汗啊！瞧把你急的！哎，我们就在屋里，我哄他睡觉呢。但我怎么没看见呢？你们怎么就消失了呢？被人带走了。带走什么意思？保护我们。保护？谁呀？还能有谁？陈萍萍。没错，陈院长托我带话给你。滕家募资已经放出来了，陈院长会把他们送去儋州安顿。他问你走之前要不要见一面？不用，我离他们越远，他们越安全。陈院长劝你尽快回使团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陈院长说，北秦一行之后，你恐怕对他有所忌惮。他说他不用解释，语言有时候没有意义。他对你怎么样，不是看他说了什么，而是看他做了什么。你能看透他吗？天底下谁能看透陈院长啊？夫人，照顾爸爸辛苦了，我跟大人得回使团了。小范大人，你在哪儿啊？眼看都到京都了，你再不回来我兜不住了。看见了吗？此人每天都在对着范闲的骨灰说话，虽然听不清楚说的什么，但这份忠诚，倒确实让人佩服。你在哪儿啊？到底呀？我急死了！好了，眼看就要到京都了，这范闲之死，看来确实没什么意外。走，回京禀告殿下。这。几天都没出门了？是，饭都送到屋里了。是不是生病了？能吃得很，我们还给他准备了好喝的酸酪，还加了水果，瞧着不像生病啊。屋里还有其他人？没有啊。说不准，孩子这岁数，做出什么都有可能。给我，你下去吧。是。
要不您进来？哎，送了。床底下您也翻翻啊。那还一柜子。没人吧？那你为什么天天屋里躲着？平时没这样啊。他不让我出去。谁呀？没事，我自己不想出去。为什么？闯祸了？你就别问了，反正我不能出去就完了。不是惹上姑娘家了吧？什么姑娘家？哪有姑娘家呀？没有，你别瞎猜。那你要在屋里待多久？其实也不知道，估计再等一阵就能出去了吧。等人？没有，你别问了您。哎呦，没完了您。姑娘家？哎呀，他要是姑娘就好了，男的。啊？娘，我这几天没出门，爹有没有问过我呀？问你干嘛？我这么多天没给他请安，他不生气？没有啊。你不在他跟前晃悠，他心情好了许多。我一猜就是，爹从来都没有瞧得上过我。你这孩子，娘不是跟你开玩笑呢。没事儿，您不用慌，我一直都知道，从小到大，干什么爹都不高兴，干得多好他都觉得我没用。娘，您说我这一辈子要是都做不出一件让爹骄傲的事儿，是不是活着也挺没什么意思的？思哲，他是你爹，不是真觉得你没用，他只想让你更好。嗯。现在可以说，那个男的是。哎，大人，好些了吗？本来也没多大事儿。怎么没多大事儿啊？自从擒获萧安大战之后啊，您这身体内的霸道真气就总不听使唤，就亏了我弄了这辆马车了，还能让您好好的休息休息，要不然又该吐血了。这次范闲之死，我殿下的亲侄子，回京之后，我给你们请功。哈哈哈。哎，别扯戏，人得烧了，不然让殿下亲眼看看范闲的尸体，咱会更安心。行了，还多久回去？天黑之前吧，应该能赶上使团了。我得出去透口气。哎，您再忍忍吧。范闲，这么巧啊？那是真巧。谢必安，我都死这么多天了，你还跟着使团给我守头期呢？杀了他，让他再死一次！我冲！
半天。大人，咱赌赢了。千里相送，终有一别。回吧。哎，回去告诉李承泽，在京都等着我。大人，不追了吗？已经离京都不远，无法再冲杀使团。这儿，他就算真的活不过来，大人，你回来了！哎呦，我也回来了，都回来了，太好了，真是不容易呀，总算是活过来了。哎，那小袁公子说你活不过来了，他跟那儿瞎说什么呢？我先把这会给你砸了。后边那车队谁的？哎呦，北齐大公主。北齐大公主啊，哪儿来的？啊，一路这不就跟着使团吗？你们刚走不久就跟上来了。北齐小皇帝新下的旨意，要跟咱庆国联姻，这一路上跟着使团，天天催路程啊。多亏小严公子据理力争，这才每天走得慢点儿。嘿嘿嘿嘿嘿。哎，跟谁联姻？咱庆国大皇子啊。大皇子，大皇子不是常年在外领兵打仗吗？怎么成亲呢？老大要回京了，边军换了统领，大殿下只带了贴身护卫回京。这么多年，怎么忽然把他给调回来了？听说要成亲，北齐大公主要和大殿下联姻。就这么把一辈子给定了。毕竟是个公主嘛。老大什么时候到京都？就这2天了，已经在城外准备迎接了。接就接吧，还是要跟范闲撞上。怎么说？我算了一下时间，范闲的使团跟大殿下回京应该是同一天。这么巧？按理说应该走2个城门回京，但如果从一个门，您说谁让谁啊？吩咐下去。巧合也好，修路也罢，总是让这2队啊走同一个城门。
范闲。你俩处得不错。什么叫处得不错？你没看着这铁链绑着呢吗？看见了，说明什么？他不是庆国人，怎能不防？那你杀了他不就完了？还天天守着？杀了他，对我并没好处，也没坏处，自欺欺人。你回使团做什么？这话问的，我假死结束了，该活过来了。你活不过来了。高大人，高大人，老王在呢，拿着，这干什么？拿着。有事儿求我呀？哎，自家兄弟啊，以后用不着啊。这北齐的银子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味儿不一样啊。哎，老高，给我这银子干什么用的？赔你的。赔什么？你小子把我什么东西弄坏了？没弄坏，有衣服钱。你当时不是走得急，有几件衣服留在使团了吗？你给丢了？不是丢了，那几件衣服也不值这么多银子呀。丢什么丢啊？在我手底下还能丢衣服？好，不是那没丢，你赔我什么呀？让人买走的。买走了？不就那几件破衣服，他能卖这么多银子？你是不知道，使团这一路每过城镇都是人潮蜂拥。拥什么拥？是收旧衣服啊？咱能把这收衣服的事情先忘了吗？人家都是来祭奠小范大人的。都说使团是小范大人最后一站，一个个往马车上扑着喊着说要收藏小范大人的遗物来寄托哀思。这死讯都传这么广了，我以为啊，只在京都里边瞎传呢。何止京都？你的死讯，庆国皆知，不合理，当然不合理。监察院做的宣发。什么是宣发啊？幕后推手，传播消息。要做到这种程度，光是监察院还不够，得是陛下的意思。可是陛下明明知道我还活着，为什么要传播我的死讯呢？陛下目光自在天下，所以传播我的死讯是为了庆国。一切都是为了庆国。既然我死了，对庆国更好，不如你借势来个假死变真死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得活着回京都。李承泽的事儿，我要查到底。不是我不让你活，是你没法活。我明白，除非我的假死合情合理，忍辱负重，才不算欺君。最好顺便把这个文坛传承的事情也做实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北齐大公主是不是也在使团？你要做什么？看人怎么样？反正就是个公主嘛。都已入夜，小颜公子有何？范闲，你
见过我？偷偷见过。我比你还意外呢。什么叫偷偷见过呀？母后寿宴，在后殿，我亲眼瞧见你和我朝圣女朵朵姑娘于众目睽睽之下脉脉含情。没有，绝没有脉脉含情。至于吗？捡起来。范使臣，你这是没死透？不是真死，不是真死。没事了，散了吧。初闻范使臣噩耗，颇觉震惊。现如今见到范使臣安然无恙，本宫也颇觉欣慰，总算没有天妒英才。公主很少出门吧？身为公主，怎能擅出宫门？明白了，所以有些紧张。大齐皇室，无论在何处，都得荣辱不惊，怎会紧张？行，明白了。公主殿下，咱们聊点正事儿。啊？你来之前，你家小皇帝和太后跟你交代什么了？都下去吧。母后与陛下都与我说过，范使臣与大齐暗中走私盈利往来。他日范使臣若是有讯息，可告知我，我便可把讯息转给大齐。所以咱们也算是自己人。算吧。所以我不能死啊。这不是没死吗？可以活不成了。我要是活不成，咱们之间这买卖还怎么做？啊？那范使臣要怎么活啊？公主会说谎吗？大齐皇室最为忠信，怎能伪言瞒昧？那公主要是不说谎的话，您家母后和陛下跟你交代的事情就做不成了。那我也不会啊。公主放心，很简单的，我教你啊。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恭喜诸位，终于逃出生死之危。生死之危啊！使团离开大齐，进入庆国境内，就有人追踪而来，暗中窥视。公主危言耸听了。使团进入庆国，自有军方护卫，谁敢动手啊？对，这世上总有千军万马也挡不住的人。哦，难道是大宗师？没错，大宗师来使。大宗师之威，胜过铁骑如林。大宗师为何要针对使团啊？庄墨涵先生临终之际，将一生藏书赠予范闲范大人，这代表什么？这当然是代表文坛传承啊！没错，
文坛盛世总在两国之间，其他人心中怎么想？是境外蛮族，是杜一城。公主怎会知道大宗师会出现呢？我本人亲眼所见，贵方使团中有人以一己之身直面大宗师，他以自身性命保住了文坛传承之路，保住了诸位的性命。这是谁呀？不知道，绝对是个高人。是啊，竟敢直面大宗师，有魄力啊！哎，你干谁呀？不许靠近，不许靠近！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小范大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给我们大家讲讲啊！讲讲。哎，算了，不说也罢。大人他这是不贪功啊！可是大家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启年，大人，诸位，在这个大宗师面前呐，大人只有假死这一条路。只有小范大人他死了，那所谓的文运才能无人继承，那位大宗师也就不用杀入使团，才确保了大家的安全呐。原来小范大人假死是为了救我们，为了庆国呀，不值一提。公主啊，凑巧此事被公主撞见了，多谢公主为范某隐瞒。文运乃国运，大齐南庆，分而享之，岂容他人染指？是，公主请坐。给公主喝水。敢问小范大人，对手是哪位大宗师啊？未曾交手，这大宗师若是真出了手，我怕是已经死了。只不过远远瞧见那人用剑，哎呦，你就白问，大宗师就4个，除了北齐大靖，还有谁呀4支箭呢？我没看清楚，可不能乱说，冤枉好人呐！没看清楚的事儿不能乱讲，万一人为这事儿杀过来怎么办呢？对，多亏了小范大人呐！一切为了秦国。秦国！大家安静，给大家半个时辰的时间，整装拔营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准时出发。小范大人安然无恙，是庆国的幸事。速将此消息传回京都。是啊，小范大人这乃庆国之福啊！终于活过来了。是啊。小范大人，你不怕那4股剑亲自赶来？他要是为了这点事儿就能赶来，那他早就赶来了。啊！多谢公主配合。范大人，有件事不知能不能问上几句？你问呗。贵国与我大齐联姻，那位大皇子是怎样的人啊？大皇子常年领兵在外，我跟他没见过。哦。哎，
见过大皇子吗？没有。哎，您慢点。小莲公子，多谢啊。通过我的手，你死了；通过我的嘴，你又活了。范闲，没下次了。哎，国王啊，前面来一人啊，是来接使团的吧？怎么一个人跑过来了？哎，这人看着眼熟啊！啊！哎，小范大人，哎呀，你可回来辛大人，要不车上歇会儿？哎，辛大人，嘿，慢点儿。哎呀，多谢！哎呀，多谢！范大人，此行真是大展国威啊！如今回京，必平步青云，可喜可贺呀！那这么说起来，陛下没怪罪我欺君之罪？啊，哎，陛下没说，就让我等迎接使团归京啊。辛大人辛苦，那咱们现在进城。这个，使团一行万众瞩目，这个礼部早准备下一应礼仪，只不过什么？你说呀？只不过巧了，大皇子自军中归京，也是今儿到。那是真巧。本来能避开，无奈前日涨水，把东边的官道给冲垮了。大皇子又临时改变了行程，这不就都怼在北门撞上了吗？那这伙人呢？不远，离此不足3里。所以呢？大皇子的骑兵亲卫，待会儿就到。所以到时候2队人马挤在城外，不太好看。正是。礼部专门让你过来，劝我让个路。人家毕竟是皇子。范大人劳苦功高啊！大人，您待会儿就在路边上，您稍微歇一会儿，等殿下一过，礼部红入寺各位主官必亲自出城迎接使团进城。这点小事随便找个办事儿的，跟我说一声就行。怎么辛大人自己跑一趟？无妨，我对范大人也是日思夜想啊！您看，兴奋的我昨天晚上都一宿没睡觉。您看我现在见您多激动啊，激动的我眼泪都……辛大人收。辛大人晚些再哭。行，我待会儿再哭。那您这让路的事儿呢？这事儿简单呀。哎，是，我做不了主啊。啊？北齐大公主也在车队里，知道吧？啊，那是知道。将来2国联姻，这位就是大皇子妃，也知道吧？啊，知道。那让路的事儿，咱是不是得跟人请示一下？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你想瞒着？瞒着好。好，都听见了。听见了。
欺瞒皇子妃这事儿啊，那是新的人主张的。别呀！那还是请示一下吧。行啊，都听辛大人的。别都听我的呀！别，辛大人，我做不了主啊！怎么会这么巧？说是换了行程，换了行程，就碰上我这边啊。虽说这公主车驾便代表着大国威仪，但是外臣觉着吧，反正将来都是一家人，这种事情不必在乎，好商量。